另外，这个有四个查甫艺人拢是缘投啊送，有这个世元界、纪言凯、温升豪、蓝钧天，因来组成一个新团体，合作男人 KTV， 年底要来举办演唱会。你们老是做那些肤浅表面的新闻。如果每股以19块美元来算，带着弟兄出去，丢下弟兄自己回来。 温升豪、世元界、纪言凯、蓝钧天四个男性级的演员组成一个新的团体，叫做查甫人 KTV， 按算年底要举办演唱会。我们大家就是很好的朋友，私底下我们会常常相聚。那有没有这个机会，让我们大家能够聚在台上，然后大家一起唱歌？其实世元界、纪言凯本来就是歌手，但是最近演戏较济。啊，若是温升豪、蓝钧天，虽然讲是演员，但是唱歌真好听，啊，无你听看卖咧。 穿越了千个万个世界线里，人海里相依。不管是以前自己属于自己的歌，或自己很喜欢的歌，我自己拍过的，而且我们也要真的花点时间在4个人的合唱上面，这真的也是蛮需要下功课的。对，要唱什么歌拢不爱甲人讲，敢若讲4个人共同介意的歌路就是 R&B， 啊，佮有合唱的歌曲，甚至讲甲演唱会流程用舞台剧的形式来串联，希望讲互观众看到因无共款的一面。